歡迎嚟到叮咚小怪獸的失眠夜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小鹿同佢部手機嘅故事啦。小鹿有一部好靚嘅手機，入面住咗一隻叫叮咚嘅小怪獸。每當朋友有新相或者留言，小怪獸就會大叫：叮咚，快啲睇下啦！小鹿好驚錯過好玩嘅事，所以連食飯都一直望住個熒幕呀。結果小鹿夜晚都唔肯瞓，搞到對眼有咗好深嘅黑眼圈，好似熊貓咁。小鹿覺得好攰，於是去揾聰明嘅貓頭鷹醫生幫手。貓頭鷹醫生話：我哋嚟試下勿擾模式魔法啦，等小怪獸都可以好好休息。開咗魔法之後，小怪獸終於乖乖地瞓着咗。小鹿亦都瞓咗個好覺。第二日，小鹿去揾小兔子玩，原來錯過咗網上嘅消息，朋友依然喺身邊呀。放低手機，用心感受身邊嘅美好，先係最開心㗎。